闻，品文化。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電台香港之聲。呢度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。請鎖定 FM 87.8 AM 675，全天候為您服務。以前我用腳步丈量世界，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，以前我用舌尖尋覓真理，而家我聽嘆世界。輕閉雙眼，張開雙耳，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，人生自在，嘆世界，嘆世界。繼續嘆世界啦！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曉露喺度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曉露。今日嘅嘆世界咧，除咗嘆世界快訊之外啦，中間嗰 part 啦會將支咪交俾澤宇啊。咁啊，今日咧澤宇啦會同廣州民宿協會嘅戚會長